南瓜海鮮炒米粉，歡迎嚟到微寶樂視頻。好，大家準備一啲米粉、南瓜、蝦仁、魚片、青蔥、蒜粉、蛋醬油、原露、鹽、黑胡椒粉、食用油。準備一啲米粉，將米粉浸泡喺熱水中約15分鐘，然後瀝乾備用。喺鍋入邊加入適量嘅食用油，熱鍋後放入蒜末炒香，加入南瓜片，翻炒至南瓜變軟約5到7分鐘，將蝦仁同埋魚片加入鍋入邊，翻炒至海鮮變色熟透。將泡好嘅米粉加入鍋入邊，翻炒均勻，加入醬油、魚露、鹽同埋黑胡椒粉調味，繼續翻炒約3到5分鐘，加入蛋同埋蔥，喺鍋嘅一側打入一顆蛋。待蛋稍明凝固後攪拌均勻，最後加入切好嘅青蔥，再次翻炒均勻。調味同埋上菜根據個人口味調整鹽同胡椒粉，三炒均勻，關火，成盤即可食用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啊！多謝收睇。